等陣，OK，等我陣，等我陣。各位聽眾，歡迎有人到對來收聽福建的鬼的故事。這個禮拜，我人的朋友甲了，實在是一世界。希望袂記換位開鬼的殺，了個袂介紹我嘅，直到我換隻聲，我過去 Clubhouse 入邊先介紹先。Clubhouse 嘅朋友是一種 ，Clubhouse 嘅鬼嘅朋友是潮汕，歡迎潮汕。大家好。我未記做，可能聲有 echo 啊，畢竟我會自己做，了個有土會，大家好，個有南西，個有烏鳥。個有阿特，歡迎阿特。梗係搞咗啲 Clubhouse 嘅人嘅用 audio 嘅時啊，即係搞用嗰啲 audio 嘅 effects，然後個有好調阿龍，聽到我嘅聲，阿哥嘅喎嚕，哇！知道，唔夾叫 echo， 夾叫錯 echo 嚟啊 ！Bring your own echo，BYOE。個你應該做啲聲，哇！啲聲都夾夾嘛，要按照我嘅聲，夾。我變到左邊。無來就我嚟買。你係 set 定，你 pitch 嘛？你 pitch 哇！你 pitch 咗夾啊！無我嚟買就嚟了，我買。嗰時係我先。哈你一潮，吉利咯，了個有新椒。八葉鋪，唔是八葉鋪，八葉鋪是你學白八葉鋪，你我未記啊，Jessica 咩名啊？巴魯顯，巴魯顯啊，你咩啊？卡超，哦卡超掉，是啦，咩魯係啊，咩巴魯顯啊，哎呦！卡超，了個喲，這是毛古堡嘅拍嘅，對，了個有個有八葉鋪，歡迎八葉鋪，了個有新椒 Jason 是咩啊？未知咩名？女生啊，鬼高啦，貴哥多，歡迎貴哥多。了個有劍攝，你起來劍攝歡迎，你是 Clubhouse 嘅朋友嘅特別嘉賓。然後當咁樣過去，哇！我當個站嘅人過去，我嘅係你位另外一間房啊另外一 room club， green club room。唔是，你叫咩啊 ？Google Meet 啊 ，Google Meet 係邊 ？Google Meet 係邊時裝？等我看啊 ，Google Meet 誒都有葡萄嘅，大家好，葡萄嘅個有阿哈鬧椒。我單條路對來，我單條路對來，了個有奧地都，
個 Hello，伊厝啊 already 伊厝只只 reverb 咧，所以唔把 reverb。伊厝過啦，伊好嘅人嘅時候，伊厝大間，然後個有個有毛毛菇，我知道冇俾記啊嘛，毛毛菇。我係 echo 我家己來。啊，來 Hello，大家好，我什麼毛菇。喂，講咩？冇個話佢。哇，我係歌啊！ Uber 哇，我係歌啊！嗰陣時 sound effect 添。到底 effect 呢 OK 然後個有這個新疆嚟喎。這個我覺得我叫豆哥先介紹老家先，豆哥歡迎豆哥。 Hello，大家好。然後個有新疆咩咩？新疆唔使是一名個識特別，我唔知我 Hello， 看過伊。你要頭一擺來錄音嘛？頭一擺來錄音。哦，你咩？華名啊。華名跳搞。小英記哦。哦，小英記，哦，我小英記嘅聲成個是，真係小英記嗱。哦，你是翕小英嘅嚇。翕相嘅，小英嘅。哦，所以我特別會叫你是乜叫人？誒，你俾？Shutter，你 shutter 先。哦，OK，小英記歡迎。誒，小英記，嗰等陣會介紹幫咁啲個，嗱，只有幫咁啲，幫你介紹幾日節日過嚟教我尋教我能變嚟學緊錄音，明？No。然後個不小英記每日啫，小英記好每啫。小英記你其實聽到邊啲學嘅你 podcast？真久啊，10幾年哦，12年有啊，12年有。哦，真久咧。特別你頭一擺起來參問講話。我頭一擺起來參問來，不過迄時我是大刀聽鬼故事咯。所以有鬼故事來甲我講啦，知道。鬼淡薄咯。使我只。我有小英啊，我有小。Oh my god！Oh my god！我愛。OK，不知啦，使 post。OK，我等下。OK，你是聽到隻歌啦，你聽到是的，你會記得頭一擺聽隨按照隨條邊啲學嘅，你是到啲 internet 隨學嘅你啊。比如介紹，迄時我係可你介紹嘅。可你介紹啊，然後是拍工先啊。然後我就聽鬼故事咯，那做工那聽啊，驚，自己驚咯，聽。有哪聽？你到底邊啲是到啲噶？還是到啲北？我唔是到邊啲嘅，我聽你聽到冇？太平。我啲太平，我出是太平嘅，比較白是多啲斯蘭我啊。哦，แล้ว你是到啲太平大漢噶，還是到北大嗰邊？你是大北方啦，所以你是架一個城啦，你是架南西城啊，到太平。我架南西大城 area 啦。哦，你北南西哦。哦，你東京大埔中啊，我定到大南西，定到大南西啦，定到大太平東京大埔中啦。不多。哦，那南西先你家己啊，南西。埔中真大啊！埔中真大，埔中真長啊，埔中嗰隻 area。埔中啊，不單那迄邊。哦。那我位啊？我位啊？哇！把這部落單使八啲啊？maybe 其實八時。八啲呢？我係做。係咪嘅？嗱，咁先南西仲係八啲嘅。冇落單是嘛八啲咯。唔知啦，我係八啲嘛。好勢 ，OK，嗱，咱咪聊點時間，咱咪跳只人咪講鬼個叔叔，所以好，我仲講起先嚇，小英記啦，小英記神交，我講嘅，係講到這先，來看相是老個妹嘛係哦，係使搞，你聽關係啊，你搞我厲害啊，老個妹係聲跟老姑姑對。係啦，你是喺學南西看，是唔是真係是鬼啊？哦，你係 screen，你係成個 screen share，你係小英啦，確定嘅事。
喂，哦，OK 好。screen share，所以話，所以我起來 Google Meet 嘛，我啲 chat room 我度被 screen share 嘛。哦，頭晚都是到啲 Clubhouse 本呀，你到 Clubhouse 本呀。冇啦，我一落我有去咧 Eventbrite 嗰邊 register，你是我 register 我唔知，我做落訂，有一個 Google link 我訂去咯 ，Google link。好，你嚟 share。OK，嚟笑你小英及會成，แล้วเสียหลังจากแล้วเราสิบ่看到เรา到啲 Clubhouse แล้วมันสิ杜蘭咯，所以เราไปที่ Clubhouse หลังเหรอเราก็สิไป杜蘭嘅หลังเราจะไป過去youtube.com/penang.hokkien podcast 你哋看到我嘅 live stream 啊 OK 嚟你講成小英我講成啊我講成啊哎呀講大澳嘅咯大澳我 actually 我唔是講會看到幾個人嘅我是未看到嘅接落來是未感覺到嘅但係特別 recently 我係 feel 到會驚啦我係 feel 到會驚咯你頂到是冇啦，你當然最近接落來冇嘅，接落來冇嘅，特別暑假聽啦，最近淡薄嘅 feeling 係 feel 到，唔過我係買是 feel 到嘅嘛。哦 ，maybe 阿未開過嚇，你北阿未開過。唔係開白啊！你成日人不能晒啊，特別去點你白白嘅開嘅嘛，你不能晒嘅事啊，你就去點你下就有得開一下。嚟講，你大澳嘅事。OK， 我講我大澳嘅事啦。大澳嘅事我能達到朋友真正暑假我咪出來講話嘛，啲大晚啊啲唔是啉茶啦，本是啲學堂呢邊啦，啲學堂裏邊嘅 environment 裏邊，講到3點半暝咯，講到早起6點咯，講到3點6點了，我能過來耍咯，過來轉去咯，自己轉，其實唔是多 hostel 咯，可能是多啲學堂邊嘅 condo 嚟，一隻 condo 嘅，所以我能啲 condo 嘅迄個巴登呢邊講話啦，傾偈咯，然後對啲個人講話佢有耍嘛，早起6點我佢早起6點嘅，所以我教我嘅朋友。叫短期咯，短期我能嘅 condo 咯，所以我能我行先，我兩人啦，我兩人喺做短期上一間厝嘛，所以行到一半嘅時候，我不知看到我對面嘅 condo 第2樓嘅位，有一個唔知是人還是係咪情了。你有冇撲機，還沒下來，就讓做了下笑啊！還沒下來喲 ，sound effects 梗係搞呢咯，哎呦，下笑我冇幾層㗎啦，當劍啊 ，sorry 嚇 ，OK continue， 你看到咩？我看到balcony，有一個穿白衫長嘅人，頭毛長嘅企了到迄邊，企了到迄邊很看了我人。我就驚，我嚇掉咯！我咁樣偷條我頭邊啲釘後尾，頭邊啲條後尾咯。我朋友講，佢企喺嗰邊企啦，咁看咧，我人嘅，所以我能夠只我朋友企住去看，直看，伊唔知是人嗰時係咪？人隔了看到啦，做在看，隔了看到啦。我冇內人咧，一般看到，奇怪，我是看到一個白色嘅物件，企落到喺邊，頭毛我長嘅，特別我遠嘛，我能看唔到伊邊嘛。特別伊就是無頂動咯，俾我伊真正 static 嘅喎。真正 static，伊我朋友是講是唔是人拍衫？拍間你行人咧，拍衫拍到一邊。所以我迄時是毛管長嘅咧，我是看到，我是毛管長嘅咧，我咯。然後 after that 是咁我對去啊，本無去看是唔是真還是假啦。唔知是你這是講 normal 啦，這是。特別攏看到嘅是一隻錯喎呐，錯咯，迄時我真正驚我看到嘅是老師我自己想去飯店啦，飯店咧我徛了啊嘛，冇老師啦，冇老師。OK， 等都笑掉聲，我俾叫，住人佢俾講嗰度啲，包括 clubhouse 人 ，clubhouse 住人俾講成係按鈕俾講啊按鈕。嚇，對。我愛講嘅是電節啥是鬧鬼節整，我啲一個 YouTube subscribe 一個台灣嘅 YouTuber，and then 伊是做嗰種廣告書
诶，几个数诶。啊了我看了有一个是迄个 YouTuber 伊家己发声伫伊家己身躯。我听哭辛苦。了伊个小影互看，了迄阵时我是伫半暝去看迄一个 episode 伊放出来，了我看过后真领过哩。了暗暝我困的时哦，我困到一半暝时，我互人醒起来，啊比我醒是规人啥精神醒起来是啥哈对微微啊种，了过后我 feel 到无对片，了互人啥有一个 pressure 伫我身躯哈，互人过来你看带我哈，了我讲改啊，我搁再好你毋敢带啊。了一道我知啊嘛，我经验过啊嘛，我无念阿弥陀佛，无念经啊，我一头骂臭话。你骂咩？我骂阿弥不记穷干啊，阿弥臭话骂了出来就对啊。了我迄种啥一 Q 掉我的灵魂嘛，我真啊袂滚浪袂虾米，了我硬 Q 哦。了一 Q 我是我的 Q 到对我灵魂时哦，我看到我。啥啊？我房间 actually 这发生伫我房间位，了我一 Q 我时我硬硬 Q 到对那时哦，我看到乌的物件，头前一幕乌大大幕的物件，伊 Q 了我，了我个硬 Q 我甲伊 fight 哦，了过后时我醒起来，我骂，我看到我妹伊骂，我骂讲，这毋是你来的所在，你对你所在，这是人住的所在，你莫做乱我爱困。แล้ว我在地面抄话咪不记嘛咪，跟他骂出来对啊。你有效哦？啊，过后是无做人话咯，我就是会困去咯。了安怎讲？我过后是假日吼，我去迄个YouTube， 倒对迄边位，我去 comment 咯。我甲伊讲，在暗我看你即个 episode 过后，我互物件带，那是迄个乌的影仔，虾米啊 ？because 伊迄个一 episode 伊互看的 picture 吼，不是一个乌的物件，你看呢，大只乌的物件安尼。了我讲我撞车着咯，安尼款咯。了假日我问我妈咪半暝你有听到有人骂物件哦，有人啥烧骂烧拍？伊讲无啊。了我甲伊讲我在我。拄着安尼看咯，了无骂臭话骂甲真啊久啊，反正佫真大声咯。伊讲伊无听着。好个在无听到你臭臭话的阿妹是。我就是讲骂啊咪半暝骂臭话骂甲你款，我着骂啊定。这是偌久以前？毋知是早2个月前诶款呢。哦。款咯。你着你家己无惊？你个敢咩？我无惊 because 我这第2摆啊嘛，我知我经验过，古早本捌着带过诶款。那古早着带是我是念经啊无效嘛，了听电咧福建姐啊讲爱骂臭话，哇，本来福建教你教啊，知道？了啊，当然，咱个做啲个好笑是嘛，咱个新疆啊，即个贵国岛有几个是不甲人讲嘛？贵国岛你是潮汕嘅朋友啊？我是潮汕朋友着。哈，貴國島我不確叫你邊咧 ？OK，貴國島嚟你嚟講。我捌轉過嘅。喂，你畫面領導是叫咩？領導冇畫面。冇畫面。哦。來不是叫 Jason 搞動今日頭冇畫面呢？哦，未必是，做咩事啊？潮汕領導都叫 Jason 咩？還是領導是特 clubhouse 嚟？แล้วI see 頭錄音頭一擺 OK 佢個度你講ด้วย我嘅故事是頭幾年前咯，嗰時我個甲人睡房間咯，แล้ว我嘅 friend 咧一個有一間厝咯，嗰時我找條房間搬嘛，แล้ว我嘅 friend 一個一間厝到 terrace 位嘅，แล้ว伊先搬入去嘅，伊搬入去幾年本咧，แล้ว又再講我係找房間嘛。แล้ว伊個問我，我厝房間哦，你愛睡哦，因為伊張大日本誒，แล้ว伊房間咧是
伊是大字房，因为讲伊无需要你大个房间，伊爱大个细间嘅房间。然后伊大间嘅房间咧是有係你成個 storage 安啦，แล้ว大嘅房間咧有大間嘅，所以冇有興趣咯。所以嗰時我就講OK 啊，我教我另外一個 after that 嘅朋友 housemate 個roommate 個搬入去咯，我兩人大房間咯，搬入去咧大房間大咯。แล้ว有一日我辦公對來是我嘅 housemate 個後面講講，因為我 housemate 咧伊是會 feel 到甲會看到嘅。然後伊個後面有一日我辦公對嘅時，伊講阮厝有朋友來 visit 人。然後我個奇怪，我講蝦米朋友？我講出來，來無講嘅咪，你講你應該看袂到嘅啦。可能我會看到你伊講，然後我講我有驚咯，因為伊毋是頭先甲我講迄物件嘛，然後伊就講因為好幾日下晡應該是4-5點安尼時啦，因為落雨嘛，然後天暗蒙蒙嘛，然後伊個到迄個 kitchen 嘅位洗盤，然後伊徛到 kitchen 嘅位後，然後隔壁個是迄個成個 laundry yard 款，伊個看到 laundry yard 後邊有一個影，徛到 laundry yard 嘅，然後伊個講平時伊看到反正咧較濟。你學影是咪白影也好，學影也好，伊人食緊個無嘢，走咧無嘢，因為伊人拄着人，伊人不是衰嘛，伊人不驚嘛。但走咧，佢哋學影無走，佢哋學影就行就怪伊，就行就怪伊，就怪伊成個 challenge 完。所以伊甲我講，一道拄着咧，應該是較歹死嘅。所以伊甲我講咗嘛，真驚咯，直接。然後我人就講不要緊啦，出去講。然後我人就去媽媽 store 治療一個阿妹啊個，應該1-2點啊啦 ，because 不唔敢對厝嘛，驚嘛。然後少個記厝。แล้ว特別都上路講緊咯，特記嘅厝嘛，แล้ว嘛是無法，嘛是愛對去，2-2點嘛是掉對咯。แล้ว對到厝嘅時，我就想到講早我去中國嘅時，我去廟我有伊人有搬迄個什麼牌啊，只咪一個格安尼，我收到我 drawer 位，然後我講maybe 也出來看 ，maybe 會看驚嘛，所以嘛也出來咯。แล้ว我房間嘛是有一個 toilet 嘅嘛，แล้ว toilet 我人阿妹困嘅時，我人是冚面門起來到外口落起來 ，because如無愛可以門開掉，咱都困嘛。甲這是，然後落起來，但係不是落起來，然後我也咧腐敗起來呢吼，因為我係到咧電視機樓頂嘅咧腐敗，我也咧腐敗起來呢吼，我咧對落嚟門內邊啊，有人拍門，砰，真正大聲，拍真大聲，是你是好似是無風無半行咧，但你聽到伊門拍真大聲，砰，我甲我 roommate 笑咗，特別已經是2-3點啦嘛，你未做半行啊嘛，2-3點。然後講困，咪關你，一拍隻鼓，拍，砰，啲拍，拍到我人都唔知按咗線啊，係咩一個困嘢。然後 the next day 我甲我 roommate 講，袂我人特別被 settle 嘛，有可能大翻房間，大，繼續大落去翻房間。然後伊就講 OK 咯 ，maybe 去門硬講咯，sometimes 人買 superstition 我諗袂咯 ，because 你去門人講嘅時候，我去門觀音啦，伊就講你能夠拄着啊嘛，แล้ว你厝安怎，伊是講 exactly 成個我人厝形安尼哦，人捌來着我人厝伊 describe 是會講甲準佢厝形是安怎，你都會下物件，แล้ว食物件到倒落，แล้ว就屬於倒平反。แล้วอีกกว่านี้มากกว่าเรา講maybe 你 try 請伊走啦，成買計
I mean 買計上爬上面，哦，你好好啦，你好好嚟講，你好好嚟，請佢走。伊講 maybe 你去買迄個芳嘅物件，伊講你買迄個芳精又好，係咪不好？你做到你房間芳嚇，伊講嗰啲物件有時無熟㗎。芳嘅物件，上芳嘅物件，所以你可以直先咧講，你知有啲啊，所以你請伊看伊會走。แล้ว我講 roommate 攞嚟嘛是買咯，咁แล้ว茶蛋你不買啦，咪啦，咁แล้ว我第一記嗰時我買你是倒我袋粒嘅，你再講去袋粒幾下啦，你訂幾點到袋粒咧就訂幾下แล้ว伊變出啫，伊射出啫，係射出來嘛，我就係倒起去呢嗬。我看到迄個物件是互人踢出來，但你看袂到你看袂到物件，你敢看到你物件飛出來，搞到好卡。喲，你迄個芳嘅物件迄個物件我念落去啊，念到你表演嘛，我念落去呢，你看到迄個物件啥，你互人踢出來，但係你是看無半嘅啦，你敢看到迄個物件飛出來，然後拍搞到好卡。喲，伊規個踢起來啦。所以你現時隻刀咧，現時佢嘅盤出來就對人看。喲，我現時刀呢，現時盤出來。喲，無關嘢啊，無。你咪是魔鬼長哦。我特別好似有陣時，你同人講對啊，你驚嘛？好似是你愛解刀嘅時候，你隻起行嘞喎。我頭個仔翹起啊，個仔倒落去咯。然後後頭咧，一個無搞落來啦。Of course on and off，好幾節咧，外面。一直做拍噶啦物件咯，無相嘅物件，俾拍噶啦，無相物件，拍噶啦啲啊。特間啊，到底在經裏面嘅啦。冇在經啊，或者房經啊，แล้ว伊地搞參嘅係咩哦？伊要開一講。喲，哇，佢有享受啊！這句。我好似幾節啊，我諗出去做工嘅時，我會教我 roommate 講，誒，我諗開個燈咯，開燈開開咯，係開咯，嗬。แล้ว開咩？我諗對嚟時候，伊個燈是冚了，係開一講呢。哦。自己冚，自己開一講。專門買 my god！ 係拖絲力啦，安尼零。Of course， 可能買計有任何接觸嘛，唔買計人攞上面嘛。แล้ว沒有 ，because 我講這隻係咪要在哦？伊 physically 做物件，成個講伊通下播個你看，等陣我問看，你講嘅是你厝，啷是到啲 condo 還是獨家厝 ？condo 了，你講你 roommate 啦，你 roommate 是上一間房㗎，你個還是上一間厝？冇上房。佢哋睡房間好啊，你一大二房，แล้ว我自己大房咧 ，because 是大房嘛，所以我個另外一個 roommate。哦 ，OK。大二房佢哋咧是完全冇 feel 到啦，大你估冇搬行 ，of course 要。你有計講我呢？我有計講，我上擺後帶去問人講咧就，因為伊冇相信嘛。哦。伊冇相信嘛。แล้วอี講我大你估我都冇數，就是人搬進來個愛借數，個講有物件啦，個講有愛做下面物件，แล้ว我就是帶第二打嘅時候我就是帶去嘅啫。你知我帶去冇人講嘅時候，แล้ว伊借落來，佢哋櫃媽講，誒你是來吹數嘅啦，伊教我講，我係朋友是來吹數 ，because 伊再講我朋友是冇相信啊，所以伊就借落來講這是吹數嘅，所以伊講人冇相信咯，然後伊個再講嘅時候咯，伊係物件就多咯，然後伊講就是伊冇甲咗我朋友咧，是 because 一直落來不是到你大房間嘅，佢哋開始食物件，然後冇人去甲咗伊，然後變到我搬入去時我甲咗掉伊，because 我搬入去啊嘛，然後我接觸啦，在經啊咩啊，แล้วthat's why 伊家會起行，แล้ว你落股啊，所以你 between 一禮拜翻啦，嗬，我諗知道伊賣走嘛，伊個店物件啦，伊個佢講係咪咧，伊個花個燈嚇，咪個啦物件，然後講別咯，because 人怪大落去嘛，我咪個再去冇人講嘅 style，人講唔 style 都是愛關嘢咯，都是做一個華湖我人咯，華湖了叫我人也追華嘅湖了。แล้วอย่าตุ้ยขี่สาคุยกันชัวเนาะแล้วว่าลังมาตุ้ยขี่แล้วสาคุยกันชัวแล้วเกิดลังก้องสาชู
沙佢間厝啦，亂出去，唔使對來，前後點鐘啦，甲對來，我是無聽到啦，但我你 roommate 講伊看到你吼，伊講伊聽到when 我沙你佢間厝時有講啦，我就唔叫講。這是你嘅 roommate 啦，這唔是你嘅出租。係你是我 roommate 嚇，這是大家。我出租啊，你出租是完全是。冇相信。由頭到尾冇 feel 到半行，冇看到半行，冇做到半行。然後是我你 roommate 講伊可以聽到講啊，伊聽到佢哋講嘢講，嗰應該是有殺掉，也是安怎唔知。哦。然後 after that，好幾季過後，然後佢冇咩事咯。然後 of course 我能夠去每人講到伊個大厝，佢哋厝內邊咯。然後人講無啊，佢媽講已經去伊去走去 corridor 嗰邊去啊。哎呀，接嚟啊！哦，所以你嘅最也到底幾間厝㗎，還是也到底你房間呢？幾間厝 ，because 你唔知大到咯嘛，有時大廳，有時大。哦，所以只是嘅有哦，係啦，對，但係你講大老遠對。伊只是幾走嘅，所以我能愛去啊，幾間厝咯。哦。啱咯。這是頭一個咯，喲，佢頭一個呢，要驚。第二個咧，就是我當見大一間厝啦，廿幾年啊，所以 I think 托卡厝係 condo 本，不是 condo 本啦，伊不是廿幾年啊，但係應該是部碟啦。佢哋是我帶一堆來。哦。我無小心帶對來，嗰時一暝我搬進來一間厝真濟年啊，但頭兩年時咧有一暝咧我愛困嘅時，但because 較早我住一間厝嘅時，食久之前我是有我新住時我是逐暝有開 aircon 困嘅habit 啦，我逐暝開 aircon，當然我無開啊，但有一暝咧我愛看房間門時咧，我 feel 到有人到外口伊甲我燒到。Q 妹啊！哦，小 Q 妹，等陣佢覺得你阿未拄到真係嘅情形以前嘅事，你捌有成日拄過鬼物件是蝦米？你可能你家己看到係咪？我無拄到，我唔捌拄過，我是 feel 到，真老豆呢啦，做法是真老豆 experience 啊。OK。แล้ว我就 feel 到有人甲我燒到 Q 迄個門嘛，然後我就 feel 到無對皮本了咯，然後我嘛去問，覺得去問迄個平媽咯，我頭先 experience 嘛，第二道，然後平媽就講，你免問我啊，你就拄到啊嘛，你個問來做咩咧？伊講也有誒，這是落股你頭一個講在砧板嘅鬼嚇。貴啊，作估價是點？你搬啦，還是你講當我搬啊，應該當今這個是我自己厝啊，應該是3年過後啊，3年啊，應該。哦 ，OK。แล้ว你去上到對一間門，上到對每人講上一間啊。嗱，伊個講你免問啊，你是而家是 feel 到啊嘛，你有看，你就 experience 啊嘛，了，所以講是而家有咯。แล้ว我講แล้ว伊講你免去管伊啦，你伊無做你半行，你嘛免管伊咯，安咯。แล้ว how to confirm 而家是有咧，就是隔幾日 after 我每日喺人講我個做 housewarming。because 應該是第二年 housewarming 係第三年 housewarming 我未記啊。แล้ว我個係咪第二年 housewarming？你第年做 housewarming 不啲啊？較早時啦 ，because 新嘛，新厝嘛，แล้ว頭一年、第二年，我 anniversary 嘛請朋友嚟，即係哦，嗰個呢咩？嗰個呢 tradition 呢，我冇聽過喎。你個是件 party 嘅人啊，你較早嘛。哦，你成講你留咗了，你就成日講搬開啲其他人嚟嘅話，特別即唔是成日講笨蛋嘅什麼物件啦。冇辦當時冇講啥只叫朋友來留住啊嘛，แล้ว所以幾日我拄好就拄到佢哋我叫我 friend 人嚟我厝嘅事咯，แล้ว我個家己知家己係咪事嘛，แล้ว我就講應該佢
usually 是到第三房嘅啫，佢哋because 第三房是冇 sunlight 嘅。哦。แล้ว since my friend ไอ嚟我มา冚掉第三房嘅門咯。แล้วว่า because usually ว่า是冇冚嘅，but 我 friend 嚟แล้ว我ก็ใจ講我係數我มา冚掉你門第三房咯，but 裏邊我是開會啦。แล้ว after 開嚟 housewarming 開後แล้ว嗬，แล้ว有一個 friend 個 text 話，伊講Jason 啊，你厝是唔是？伊同我講，我講嚇，我講安怎會知咧？因為伊講伊看到我第三房裏邊哦，有人行來行去。伊到底門旁嘅底下，到底門門旁嘅看到啊？哦。伊講有裏邊有行來行去。講冇可能有人啊嘛，我諗一幫人嘅啦是大病嘅啦嘛，阿你自人嘅啦大病啊嘛。แล้วอีกอง特別你家己看到時，你家己看到感覺到時，你是感覺到蝦米物件？你有看到影係啥物？我冇看到伊，我是 feel 到伊呢 ，because 伊甲我小拖梅，抽我哋梅嘛。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冇 other than that 我冇 feel 到蝦米啦。แล้ว你是一擺呢？你小拖你梅還是特擺咩事呢？一擺呢。哦。แล้ว關於媽講。伊時候都仔要電人啦，可能。我了朋友甲你講了。我朋友講嘅是 confirm 咯，唔是我一人笑呢咯，都明了。是有人不看到了，after that 我講 OK 咯，唔玩咯。But 我出來嘛，所以我不被做過行，所以嘛冇關係咯，冇關係㗎，當見阿你估啊，冇咩事啦。所以你呀。แล้วthat means 你無想講，特別你無拄到伊啦 since then，係你是就故意整下你下說明去。真幾年咯，我大這邊不大十幾年啊，應該是7、8年整啊。但你無拉殺掉，無個你拖梅係咪啦？無咩啊，我未記講嘅是我妹係你觀音媽，我講就是嘢來。即係接過來我厝啦，我媽媽講有一暝是你正換水咯，然後你到厝樓下位你出來水來。伊講伊是咱再講咱看咧幾個數是幾個數 ，usually 也食條人嘅卡對條人對。所以伊講我是好時陣我。揣對來。你有時你去問到講即個一鬼是有時個講是囡仔是大人啊是大波查波。伊是講是大波來啦，但係我是冇，他說我是冇看到伊啦，我是 feel 到。你冇問南西你有知係咪消息咯？南西你有感覺到咩新嘅 information 咯？伊大啦，你這年應該無事嘅啦，但是厝伊這一個國客呢，伊貴了幾年時候，我厝咪是來走，我厝本是來走，時候把我甲人講過，我基真有嘛，達到有人徛，基真看我。然後你達到迄個就是迄個 spot 嗬，達到有玻璃白刀，達到有玻璃斜刀迄邊架咯，我。頂禮拜就攞到啊玻璃，受到我驚，就是迄個 spot 咯，但都有玻璃家己把刀嘅。特別你無查，伊就無查，你無查，伊就無查，你浪翻咯。咪插伊喺架樓玻璃嘛受了咯，咪插你啫咯。因為佢媽不是講你免管你啦，你有時 sometimes just 愛一個地方伊怪人淡薄嘛，愛你在伊啲去邊格咯，你咪。特別伊無插亂你啦，本你時間啊，互你朋友看到就看正啦。無插亂是點好啦，小我伊少少嘛玻璃即係玻璃壁，迄個玻璃壁安尼看了咯。特別我無插久了伊一個時間，伊是時間走，伊就走了嘅嘛。了走了，佫有來新嘅安尼看，未嘛未了嘅免插你咯。來杯 plastic 嘅海碟。我知啦，我講啊爆炸，迄個是迄個有 gas 迄個 sparkling drink 什麼啊，冇猜冇刮到我卡，安尼咁我就是糊掉迄邊架哦。
古人教我哎呀，一包茶，哇！我手噶我輕，你看我起行唔是阿咪，我起行是手噶我磨。跳杯，好了。跳杯啦，你要揸攞字嗰陣係一嚟灌八到嚟，哎呦，就是一啲 sport 咯，特別咪插嘢啦，咪關嘢啦，一歡喜就好啦。若是紅響人講就一半是後尾佢真係比較破咧，我是驚個老細落課啊，知道？咪講，哎呦，拔刀啊，老細落摸啊，唔是落課，我聽到摸啊。OK， 當今晚到啲YouTube 合併下，個有馬路接來helicopter， helicopter， 你聽到我聲？聽到。聽到。แล้วhelicopter แล้วก็7號是裝啊7號是7號啊咩叫7號啊那是7號啩就是7號啊7號啊就是7號啊是哇你是裝啊你捌來過哦7號啦7號真謝你哦7號大家好似叫啦哦即係變成 back 嘅阿龍嘅變成 back 7號哦7號對啊伊即邊啊只要佇啲辦公變成 back 當然經濟嘅本要好時候鬥下手嘅嚇要 post 嗰下鬥嘛係我看到哦誒攏唔是嘅鬥下手變成 back 啊第演啫伊鬥下手當今都真即即係無人做戲無人咩啊是變成 back 情形就坎坷咯，所以那是第一上個是你有幫到啲，你去邊度 back website Facebook page 有係 information 啊？冇出頭都嚟介紹啫，都係咯，講者係，等你機會就講者咯。OK， 當今時講我能聽清楚。清楚。我睇到。OK， because 我能當今是喺 program 是叫 Patron of the Arts 啦。So everyone is 當今我能是 run out of funds 當今是講 because struggling in terms of because of pandemic 啊我能即係 show 即係物件是被 happening 啊 even 當今都冇會使 they don't allow recording แล้ว because the source of income ก็คือ show กับ revenue from rental 嘛แล้วว่าอะไร class ก็เริ่มเป็น based on physical class ที่อ๋อso which means ตอนนี้let's say เราก็ได้ที่ follow ว่าอะไร Facebook page เนี่ย上咧ว่าเราevery week 做 program 咯 so ว่าเรา做 virtual เลย啦virtual ก็เรา是 adapt to virtual 啦 so everyone is still learning 啦 because it's very very new for us so physically 嚟講so far ว่าเรา做關係แล้ว是講ก็เรา是 donation based 咯 so ก็เรา是個就是講我哋當今是做 you watch the program 先แล้ว after that 你個 decide to donate later 咯อันนี้講เนี่ย是，แล้วนั่น是ลูกไอ้สัตว์ไอ้จีจีไอ้คิดโดนเนี่ยเป็นไงเขาแกเนี่ยไม่ใช่เป็นไงเขาแก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ไงแบ็คเป็นไงแบ็คไปหลังหลัง所在做老作嘛，定得啦10年 anniversary 時候無少人類，所以那是講到人會支持嚟講嚇，一人淡薄個40塊、20塊，不如使去學有借到學較濟無學到拄着貴，學貴大。冇啦，อันนี้เขาว่าจะไปโดนเนี่ยอาจารย์มา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คิดแต่น้ำใส่ก็這是那是靠嗨，這是冇啦，冇啦，咱伊這咱北校對咱咪是希望嗬，咱不到有機會20年時，佢就到底去變咱北位表的這個做 gathering 個，當佢咱10幾年啊，16年啊，19年。第10出咗你有時嚇？第10出年啊唔知，咱2個，特別是已經是10啦，10啦，接住第7所以希望咱攞清啊，不，咱20年嘅時，咱佢到底去邊嚟嘅表演咯，然後自個你咁樣自個是咯，所以那是咱要有自個咧，咱特別支持邊嚟嘅啊，係因為 survive 就冇嘅坎坷啊。我冇就講當然就係咱經濟本冇就好啦，你本身本硬講冇唔是講要逼大家講地雷啊，你那是 A 嚟講啦，如果 A 話避好咯，你 B 話你可你教你朋友講咯，話你朋友有羨慕，但係少啫。แล้วว่าปังตัวที่ลู
maybe 阿龍你教我睇伊嘅成日講伊嘅 bank account 上面物件 information， 所以 post 到啲喂，即係 episode 嘅 post 到啲喂 post 嘅OK， 你七號路幾個數我都嚟講。啥嘞？來，伊幾個數真係歹咗嘅記。來，我講這裡物件先啦，starting 先嘅。你接落來就在我哋到啦做工噶啦，然後咪講嘅名掉啦。Just to 我哋講本講得了去啊！唔係講到連廣告都拍去啊！真你係開 video， 你開 camera， 出頭。冇，當然暗掉。OK， 你講。OK 啊，OK。before that 即係 continuous 啦。before that 你兩在有一個鬼華南名嘛對。哈，嗰時我講嘅嗰時咯。哈，對。我講嘅。對。伊名咩？迄個華南名是瓦河嘅華南名嚟。咩嚟？冇啦，我是講我古仔我到呢邊做工嘅出頭你學我 hijack 一下，我之前呢邊做工嘅點先咧，我有拄過物件咧，係咯拄過物件咧，有隻人半拄過，嗰日嚟做戲嘅人啦，半拄過，伊拄過了，因講是安尼款就一個人，係咯我就掉啲講笑，我講伊名，咱叫咩啊 inject Rizwan。雲哪來？Rizwan 行Rizwan， 我叫佢做 inject Rizwan， 唔是講有真就一個人就冇一個人嘅。人家學一個名。冇我生一個名出來嘅，我講你 inject Rizwan 佢就嚟咧，我嘅時學一個名嘅，所以我一落來就當咗inject Rizwan 有啲啊，等 inject Rizwan 聽到，我講笑呢誒，所以當今出頭講嘅就是係你 inject Rizwan。OK。哦，還鬼係啦。Before 你是唔是雲南鬼我唔知啦，我是講笑呢。特別做咩事？所以是唔是馬來人都唔知，是講實在講嘅嚇。人看過有一個查某講得幾清楚嘅咧，就是伊規身個淡淡，係咧伊看咧伊 either 是foreign labour 外勞，無咧就是本地誒雲南咯。伊講伊總之伊都看得伊唔是唐人嘅面啦。明嚇了解後就去講。OK， 伊個數 actually 是 start from 我人家都唔知，到底是蝦米人嘛。有人講到是菜鳥啦，係咪幫沙不唔知嘛對，所以接落來我人嘅 staff 有新嘅 staff 啦，舊年是講我有一個 graphic designer 啊，所以 graphic designer 呢是華南嚟，然後 before 伊 join 是我人我人嘅 staff， 我人華南嘅 staff 介紹入來，所以伊人只啱傾咯，咁都不是第二人嘅先啦，所有一個物件我人唔知，是講嗬，一直落來，伊是會看嘅物件嚟咯。OK。伊個本身哦，有時感覺講講有到 office 裏邊，特別伊冇夠人講，特別干那我另外一間嘅華南朋友知呢。So the story 是個例是講，伊個本身 sense 伊聽到聲。然後我嘅朋友咧，有一日伊人攞嚟本是。let's say 我人係喺 center 我人個老走啦嘛，冚打了嘛。然後 let's say 我這個朋友叫 W 啦 ，OK。然後這個 graphic designer 咪叫 G 咯，對。然後這個 W 嘅講，jom lah kita nak balik dah. Kau Hona kan lo. Jom balik kita tutup semua. Kalau Noilang, okay. Jom kita back. Come aircon, come eaten. 出去，了直直行去下里because 我哋有 shutter 嘛 ，shutter 早有人冚了嘅，是講伊門咧，我哋愛單邊門我哋開入去哦。了下陣時我哋愛冚開慢慢就嚟就暗，就搞個落外口下里foyer嘅時候，下里foyer外口個灰，好彩個灰個，所以冚個了時，一冚門點聲嗬。伊人成個感覺有一種嘅 entity 啊，多喺你每邊啊哦，成個趕住人走嘅。所以到底掛面啊？到底你做工所在掛面？伊 shutter 就是頂面都來嚇，伊成個鐵門嘅咧紮掉。本來是冚掉嘅，是講伊個呐愛跪喺你邊啊，side door 呢嘛，喺度呢嘛。人有所時冚門時哦。一冚門時，就是一種嘅力，就是愛殺伊門。殺人出，殺伊門啊！
แล้วฮาริ W 嘅有一個bài對講，哈咪數咧，一看到哈你 GD 嘅面，驚驚嗰種，一就無爽嘅，成隻起紅嗰種。然後我咧咁樣走一期哈你 lift 咯，一期人嘅北京嗰陣時，哈你 GD 每 W， hang tak dengar ke tadi？dia W 講dengar apa？ada apa tadi？ Bahkan yang mana tu？ tapi 一再看呢邊，哈你 GD 講。但係有一個打半聲都有。呀！打半聲外口到內邊去聽到，有 W 講，apa dia cakap？ siapa？ 然後 GD 講，dia cakap balik lah。呀！你平時講balik啦，講馬來本。Oh my god！ 你做講我冇幾個長龍劍。你聽到啲聲是叫咁樣叫。到時我 proof 掉。所以點樣講？你認真用日文啦。阿龍都捌聽過，阿龍都頭一擺聽到本啊啫。我是一所謂妹，伊買係我出去。哦。我哋 office 點先？因為迄個是早起時啫，我是早起8點幾9點，就往時10點開門嘅。我9點幾成接去 office 得一個人。係啦，你就講 shutter 冚落嚟，話你佢嘅 office 啱數數嘅，真一啱咩？你講你 shutter 是你 box office 嘅 shutter 還是大梅嘅？大梅嘅 box office 冇 shutter 嘅，是大梅。哦 ，OK， 大梅就是成間都係呢邊啊，成個 supermarket 啊，人冚店啊，佢哋落嚟咯，大梅咯 ，front door 咯，真一大嚟。係啦 ，back 依點啊？切頭講嘅你邊呀梅咧，就是細你一個茶梅呢咯。就是啲你 shut 得邊啊，就你細細你梅咯，學得一個但係用 banner 摘了誒，冇 banner 誒。意思冇啷我知啷，你不好我接是你是開迄個細梅接嘅。你特登接會點先是 shut 得開掉嘅。特別我知道你冚嘅是，你唔是冚嘅是，你是掉，你冚嘅 shut 得，然後你用啲細梅出來唔是？有咯，往上班公時人款呢，我咪等實得砰落嚟咧，我夾硬住。我係叫我不對路冚每個。對，所以係啦，咧我是啲實得冚落嚟，但係我冇開嘅，10點我夾開會嘛，我咪可能就講我啲 office 裏邊嘛，我其實講就兩至兩每檔會細嘛，講未同我嗰陣，所以我咪一兩啲 office 裏邊我冚開，我近日開我自己多頂起邊嘅開就，我睇到後尾有人滴落嘅時候，我唔知係咪先，我唔知，所以。滴落嘅時候咧，我望去看，係咪人？冇人啊，對冇物件咗。咁我坐落嚟，嗰啲都做我嘅物件。係咯，我係 staff 咧啊，頭一期一時做 account 嘅，伊10點整咧接嚟 office，應該10點開工嘛，10點整9點10嚟嘅，伊段接嚟咧，伊接嚟咧，伊嘟嘢格正我用一個 access card，嘟一個又伊就開門咯。伊嘟開門嘅話咧，伊隻嘟嘅話咧，伊會到數，伊會到零啊嘛，伊是magnet嚟嘛，零嚟啊，伊咪係。一個就係啦，一度病你梅病咯，你 knock 咯，一條梅咯，係咯，萬一就一邊開咗，一啲啲砰，一邊開咗，所以話咧一度卡藤眼咯叫話咯，我咪行出去看，我唔知點算，都一邊開梅咗，我哋病你梅，我未病你梅本咗，係咯，我個快覺到，係你梅我未病，我 knock 未病是因為有人轉落到佢鎖掉你梅去咗啲裏邊。就是我徛掉嘅所在，有人鎖掉你梅咗，因為伊是啲裏邊病嘅，裏邊是得啲個咖啡。係啦，外口咧，你嗌到是未開嘅話咧，你就用鎖匙去開嘅。所以我冇需要鎖，因為我有 access card 嘛，免鎖匙嘅嘛。你 access card 你明得零了，就是開門啊。冇 access card 你人哋未接我 office 嘅，所以我冇關係鎖門嘅。所以我行我攰兩閃靈去咗，我突然聽到噠聲是人鎖門嘅聲嚟。係咯，是冇可能啲外口鎖咗，你近嚟啲 office 裏邊我係鎖晒鎖嚟咗。假嚟啦，假講，所以同埋切頭講嘅個有可能上嚟人嘅咯，鎖掉你會咯。特別做咩屬於鎖嘅你會咧，我都唔知啦。哦，特別一聽到聲嘅啦，แล้ว一聽。你特麼講你 W 嘅 GD， 你講 GD 聽到聲啊，那 W 冇聽到嘛？哦，特別 GD 是爸爸，不 W 是爸爸冇感覺到啦，可能 GD 聽到。即特別你講你做你 graphic design 嘅 GD，就是伊是會平時會聽到會看到幾個人啊？伊是講 because 伊會曉係 ilmu 嘅人嚟。哦。Let's say 嚟講 because 伊人theater group 哦，嘅就是伊人愛做淡薄。baca doa 了阿法蒂哈，你看物件哦，甲會使
because 伊參加者，แล้ว伊有可能 somehow terjerabak get involved too much in this kind of thing 家己掉แล้ว伊嘛感覺可能是迄個物件咯。特別咧，我哋所在咧合併咧 ，actually 我哋有幾年都有新嘅 staff 接嚟，我哋冇計人講呢度。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哋上講無數啊嘛，伊人本點無數嘛，新人啊，佢幾年個月，แล้ว after that 伊個人講 share 物件嘅時候，我哋發現到，你本感覺掉物件咩？你唔知，你冇講起嘅啦，其實樣是家己有經驗掉嘅啦。成個我哋都是講我咯，佢哋出頭本白嘅，就嚟 intern， 伊就是接嚟一個後，伊行咧冇直接講，Mr. Wee 啊，我就未咁樣講，唔知你知唔知？你就講人嘅 office storeroom 裏邊有一個人徛掉，跟我講嗰時候，我唔捌計講過嘅，唔轉一句都冇計講過。伊行啊，冇直接幫講咧，伊問我一個問題啦，你就講我 storeroom 有一個人徛掉嘅。誒，我講嘅 storeroom 嘅是上家姐，是唔是 resort 嚟喎？汪急嘅時候咧，我唔知你出頭可能在，汪接落嚟在是一個，冇 ，actually 汪接落嚟在有三個，汪在有三個，我在有三個，係咯，一個咧是一個打波嚟，所以我講笑講伊名叫做 Inject Rizwan， 我三隻呢，冇唔是講正正有一個人嘅，我講笑呢，係咯，另外咧是一個馬甲囝，係咯，馬甲囝咧是咁樣。咱人負責嚟出頭。這不是講笑嘅嚇，唔是馬甲囝，唔是講笑嘅，馬甲囝咧我冇個名，或者是講馬甲囝呢？係啦，馬甲囝嘅故事咧冇按呢一人知，出頭應該知啦。我頭一條 technician 看到嘅，伊講伊常常到啲嗰啲單位啊，伊獨孤咧啊，伊咪咯，因為嗰啲單位冇人嘅，當時你 imagine 啊，即係像戲單嘅cinema啦，cinema 頂面開會冚會，開戲冚戲嗰啲人咯，一座位咯。嗰啲下卡嘛是多舊衣㗎啦嘛，舊咧是人嘅 sit 嚟嘛，冇人㗎嘛。伊講伊啲迄個房間，伊唔是房間，伊啲迄個大頂面，啲個 control room 嘅位啊，伊比起嘅時候，伊常常做忙到上一項物件嘅時候，伊就是忙到家己都是啲迄一間吊到內面，係啦有一個馬帶掉伊嘅囝來討物件食咯就，伊常常忙到上一個物件咗，所以伊就驚咯。所以伊過後咧，伊就成日有買物件向食，所以伊就是講伊買嘅東西，伊困嘅時候，伊買一包物件下掉嘅就，就是伊啲房裏邊伊 control 家己講人愛食物件時我可能食咯，所以伊有安尼款咯就，所以伊講咧過後了，伊甲我講過，應該是早往 start 做即件啲啲咁時，伊都甲我講了嘅，所以我冇甲一人講，有可能出頭聽過啦，我冇甲伊講過㗎了，即係嘢。係咯，我冇夾嚟尋常，冇夾嚟講笑，我夾嚟講笑是而家係叫 Inject Rizwan 是人夾伊嚟講笑呢多，所以像你馬甲嘅我冇夾嚟講笑嘅，係了咧，萬一在我有一日我帶我一個朋友去嚟釣到嘅時啦，伊個朋友冇一去咯，伊一去咧，伊紅飲啊，伊要去照袋粒用咗。我未走咯，就暗暝10點幾11點啦，就未冚實到個了。伊嚟隨我一坨，係啦，伊講白去後尾去食飯人，所以我帶伊去釣得行過就做啦，伊看過啦，真歡喜啊！伊走去招待咧，陣時啊，伊唔知呢個數嘅咧就，我無解講佢咗。伊招待咧，陣時伊開門咧嗬，伊就講閃開咗，像是有人行出來咁咗。伊個隔內邊講話聲咗，伊講咧，伊閃開咗，伊就是伊規個 action 都係看到像是一個人開門咧，講sorry 啊，我用睇咧正啊。你 acknowledge 就acknowledge 就係啦，伊閃開咧，學人行走嘅看到伊規個 action，我看到我唔知咩事咯，所以用啦佢又要出嚟嘛，我問咯，你尋日做咩物件？伊講我裏邊有一個查某，伊講裏邊有一個查某，後來伊講一個查某人啦，對，後來。迄個查某是甲囡仔白白講，伊講囡仔無去了，我朋友是一頭眼甲我講咗，伊講囡仔無地去了，就是講意思是講我朋友 acknowledge 講，迄個查某本地是有一個囡仔，特別囡仔無地去了，我咪講蝦米意思叫做囡仔無地啊？即個朋友是西吉嘅嚇，蝦米意思叫做囡仔無地去了？伊講迄個囡仔已經走去了，離開了。即個查某之前是甲伊囝白白到底這邊嘅，但係即個查某已經離開了。變咗 separated 起來，都是淘汰嘅。伊就 confirm 係你個數語咗。伊就 confirm 我嘅 technician 講互我聽係你個數語咗。因為我唔白計講過。伊變咗是伊 confirm 係你個數語咗。伊講無春一個查某呢。伊用嘅個 sentence 就奇怪，就係講無春一個人呢，伊驚走了，伊安尼款甲我講
as if 講我知伊講我明唔記得咯，所以就是伊講了過後，我就 confirm 講下有嘢有一個馬甲驚嘅咯，特別驚有可能倒退去啦、走去啦、冇啦，然後出馬一個人嗰啲一個所在裏邊咯。可能驚啲搭波嘅台率咧。冇，我朋友啱教我講嘅意思就是講伊是西結嘅，我朋友接落嚟本事。知伊知啦，所以伊唔是講冇看到驚，我驚就走到嚟，伊唔是肯講就，伊是直頭講正清楚嘅就 straightforward 嘅時候，伊 complete sentence 就係講冇伊驚冇去了嘅，驚走去了出去馬嘅，伊你肯答我啦，走到就係驚。特別有啲 stage 看過哦。我啲 stage 我冇啦，切頭我唔知，我冇啦，我自己本身冇看過，我覺得 feel 到佢那刀就咯，然後 stage 路切頭路都過哦。stage 嚟講咧，是我人嘅 box office 先嘅 box office 都過。because 你在當今我人 social distancing，咁樣係冇嚟 sit 咧，咁樣係安怎啊？一個 empty seat 啊，去打磚啦嘛，然後一個人走去打磚。然後另外一間咧，到 box office 嘅 counter 邊做物件咯。伊一去，伊打磚嘅時，你紅險感覺到哦，做咩樹邊啊，成個有人徛了看了伊反正。然後伊邊去啊尾伊時咧，無波行，你知下咧安怎啊？成個莫幾層可能嘅。你摸伊時，你感覺有物件嘅。然後佢要直接。Yes。唔係你講兩聲，你講聲。冇，伊是講伊佢只去入邊咧打樁嗰時，伊哋唔假啊嘛，叫另外一個 box office 打個小二咯。怎麼繼續講啊？怎麼繼續別講係咪繼續啊？我這是阿特。actually 哦，actually 就係啷嘅 stage 啊，係尤其是係audience 嘅 sit 下邊是 actually 真係濟。阿特們是邊個人啊？你咪講翻你哎呀，我係講啊 ，sorry。特別做戲嘅所在之內咧，我哋啱面嘅往之內咧，本仔咧，所以頭嘅所本上線會嘅。嚇，然後 actually 咧，我嘅 girlfriend 是 actually 看到嘅。哦。有時候伊是啲喺你 sit 入邊，伊就講誒，做個你頭哦，啲喺你舊衣一啲了。喲！一陣時輕了嚇，冇 actually 嚇，你伊是輕了啲 on the air，面出你借第幾 end 應該是第三 end 還是第三 end 那邊哦？一頭是啲你卡一啲了，伊成個啲一啲了，啲你means啲係你借了一啲了，伊輕了啲。這是大隻大大嘅四大啫。應該是我看。你講嘅是四大，大大是冇四大，大嘅時候棒打起嘅，叫棒一下。第三 N 應該是第二 N、第三 N 啊，你講呢？面是一頭啲你卡啦。但係是一辛苦時就俾到啲嘢 platform 入邊。特別你講有可能是人嚟喎咧？因為迄邊是會騎人嘅啫。冇唔是，means 冇可能騎人嘅。means 係你是 platform 嚟。冇你舊衣人都係，你舊衣特別是。冇係騎人嘅，裏邊係騎人嘅，對，裏邊係騎人嘅。你頭啲舊衣一啲明白？舊衣拖出嚟，就拖 platform 嚟拖出嚟。嚇，拖出嚟。你係成個啲另外一邊嘅，你講啦。未必要隻 trap，要隻坑嘅，你係拖啲頭出嚟。我講嘅，唔知是唔是相似啦。應該是一行啲係你 space 啊。意思係你 space 啊，等於行了啲。誒，我俾學一個小英機講嘢嘅故事。切頭講嘅我就有興趣，其實我自己真晒人嘅所在。係啦，呢個個挪你個嘛，個挪你就。OK。燒掉聲。我俾學，你個 clubhouse 上面嗬 ，clubhouse 上面有一個人新嘅人起來是佢先係撞嘅嚇。Clubhouse 都錄音掉都是幾個是不講係 Christina， 誒 SL 自己記住。helicopter helicopter 記住啊 helicopter。對我帶冇好識 sorry。OK，Clubhouse 就係你是咩名？你話咩名？
你是白青嚟啊？OK，白青原來是你。依家講緊順咧，就頭我念名啦。伊成日是講妓女啊，伊是錢嘅是青咯，成日女錢嘅女青啊，伊是白青，然後就是白錢啊。白青，你有幾告訴講白青？actually 是有嘅，別人愛講，別人講啊聲。OK， 我學你講這個收音機講就先，唔是收音機，因為這收音機係什麼？收音機，嚇 OK 來收音機律師，就是愛講到這裡講咧收音啊，嚇講嘅收音，聽講唔錯嗎？嚇，等陣 ，OK， 嚇 ，OK， 你收音嘅這裡是我唔知是正還是有，唔知是有還是無啦。特別我是安尼款嘅 experience， 我是加翕相嘅嘛，我是 lecturer 係嘛，加翕相嘅嘛。所以我就有帶一班我學生去翕相嘅，帶一班學生翕相嘅。所以我有一個semester 啦，有一班嘅學生啦。有一叫是會看到物件嘅，伊是會看到物件嘅。所以我就帶帶人去巴薩迄邊去攝影嘛。所以我去第二樓是去第二樓，那邊就裏面真濟人嘅啦，特別有賣衫嘅啦，有 clean 啦賣衫，我人有還沒有啦。特別我人去到一個位啊，一個位是迄個 clean 啦去賣，伊人嘅迄個 clean 啦衫啦，迄 sari 係咪啦？迄 sari 嘅，了有一個 mannequin， 伊一個 mannequin， 叫咪假人嘅，假人。對，mannequin 啊，所以，佢哋吊衫嘅假人，可能穿嗰啲穿賣衫嘅時穿嗰啲假人啦。對，係咯。所以我就去到我看到伊呢嚇，我就驚啦。唔過伊上加是有靈魂喺內邊。伊目睭真正歪啊！伊上加是一個人去看了愈啊呢。因為你前面你看特別隻，我看到我真正驚只嗰啲嘢，然後咁啊叫我學生嚟咯，叫我咪嚟咯，嚟呢邊 hit 咯，呢邊講潮嗰時，可能都唔在乎係咪片嘛，講潮啊，伊大 hit 伊嘅小英，大 hit 嘅小英，然後我喺你看到邊件學生咧，伊是我無咪注意到，特別伊是徛兩遠嘅，伊是徛伊無 hit 嘅，會買玩買玩啦，伊買玩嘢嚟，他是你知伊看到物件未？都唔知個。接落嚟我知嘅，我知佢到講潮嘅，到出來去上本上只謝啦，我去辦個協一般是看到，特別咪咁人講嘅啦，啲時間話講嘅，因為辦經紀啊呢。然後你是你你去協嘅，我能 dismiss 嘛 class 了 the last next week 我能夠過一個 week 我能對嚟 review 我能嘅小英咯。所以我能開迄個小英，就是迄個小英，我協掉迄個小英。然後我問啊講潮咯，唔過啲 experience 可能講潮咧，伊度掂住啦都喺邊咯。然後我能每是唔是有物件，我能是講潮咧，伊度 serious 想看了我人啦。伊度 serious 講講有啊，內邊有一個物件，有一個人喺內邊嘅講，有人大喺內邊嘅。大啲 mannequin 入面。啲 mannequin 嚟，就是講啲 mannequin 內面，特別講伊無喊我人嘅啦，伊講伊迄個靈魂嘅咧，伊知你真係驚我人嘅，伊真驚我人嘅，是代表無喊我人嘅。所以迄個小英我達到我看到，我嗰時真正個你嘅啦，是個你嘅，真正個你嘅，我 share 你看，我來 share 乜嘢個你？等我寫住我講，看你阿 John share 你 profile picture 啊。係咪你講我 screen capture 啊 profile 咩？哇 ！screenshot 咧 share OK。誒，換咗WhatsApp group 裡面先。喂，先啊！我是我未看啊，特別我是你已經感覺到啊？我係頭嗰邊個聽啊咁。喲，特別我唔係關事嘅。你頭聽是講字下面嘅。OK， 我話你超即做鳥，我看你我就講，係咪嚇？係鼻哥靈魂是係咪嚟 ？Hello， 靈魂是 spirit，soul，spirit。我好多看頭一條線啊，頭一條線，即係冇正面嘅嚇，我好多看嘅。喲，唔該，英國中 ，hello，歡迎英國中。
geli. Kau lu ambil feeling sangat. Alive 咯，alive 咯。哇！我唔敢看伊目睭，我真正唔敢看伊目睭嘅。你當然都你 WhatsApp 啦。screenshot 嚟往 clubhouse 看。當然你 screenshot 啦，你bằng啲 WhatsApp 會啦。我幫你貼起來，幫我 WhatsApp，幫我 group 入邊等你一百個啊，咪。話話啊！係咩嘅？YouTube feeling 啊 ！YouTube 看得到嘅 ，YouTube later 看得到嘅。YouTube 當見咪看，你見 live 看 YouTube 咪睇看。我都能夠啦，有感覺到。咁就有冇？我先學啲聲音，我冇把手機，你把手成隻大粒呢？我只查我未感覺到，我未感覺到咯。特別伊有影，伊是連伊面啊、目睭嗰度看會到物件，即係想伊畫出來啊。我一條，我個白條個，我包白條個，較堅嘅，伊一頭看了嘅。啊，佢佢條啊。I don't know。佢啊。แล้วนี่ได้เป็นเยอะๆว่างคอโบมั้ง我唔加 screenshot 冇啦，伊是 uncanny valley 啦。冇會驚，冇會驚。你冇聽過 uncanny valley 啊？八係你恐怖谷啊，係啊。啊。冇 uncanny valley 意思講成嚇嘅白洞啊，伊龜頭 symmetrical 咧依邊。然後伊 for 咱嘅 brain 是感覺講是真係像人啦，特別 also a little bit 奇怪 because 人裏邊冇 perfectly symmetrical 嘅嘛。我不過很嫌疑啦。嚇，即係 AI 嘅 doll 啦，係你 doll 係你 robot 嘅 doll 係啊，伊人但係冇講成 uncanny valley，伊類 rasa a bit creep out 嘅咯。我是冇笨燈啦，啲 clubhouse 裏邊嘅人，我有時我攞愛掛一段小影嘅話咧，你係 PTR 畫嘅小影都對看到啦 ，PTR 係咯對看到畫嘅小影啊，畫嘅我畫起一段小影，因為我冇笨燈啦。你畫係另外一張畫，畫到呢度嘛？我是畫頭一張先啦，等嘅一份證我畫第二張可能看咯。伊把就是比較啦多了。伊 front 啊，你都幫伊 front 嘅。front 嚟啊，bằng住你邊一成，係啦 front 嚟。阿 John 啊，我頭早講下你貼嘅係你小影啊，貼起來แล้ว先พอรู้ดีวิจอะไร WhatsApp เอง唔是Facebook chat sorry OK ดูขอว่าขอจะมีอ่ะมีอะไรจะก็Annabelleนี่是唔是อีอะไร YouTuber อี小影嘅咯嗱我當見話個攞嚟 PTR 話本來我綁起嘅戰狼咯成一零啦咁啊應該一啲 Charleston market 貼嘅，同我講嚇，啲 market 嚟，啲 market 依是啊，呢是 Sari 嚟，嗬，以前嘅衫，Sari 係，tapi punya si sangka Chin嘅啦。伊把酒就是咱掛啲 mannequin 冇畫面嘅嘛，伊個畫面，伊個真嚇，伊有線係咯。伊干那一隻隻安尼款嘅。是咯，但係即只佢另嘢八隻冇咩感覺啦，特別冇感覺啦，即就是一 capture 我 eyeball 啊，我就看到我度知，奇怪咁咧。我本嫌伊是 uncanny valley 嘅恐怖谷嘛，伊我唔知啊，我看。uncanny valley 係咩意思啊？但係你講嘅我成日冇叫呢，我咁知。uncanny valley 是伊人是一個科學根據人講一個人像機器人啊，迄 robot 啊，伊做得真正像真人嘅事啊，我人嘅 mind 就 trick 掉啊嘛，了我人會感覺就真恐怖嘅。如果伊像個真嘅人，特別佢唔是人啊，嘛我人會 trick 掉我人嘅 mind 啦，變成 uncanny valley 咯。我當時隻就係攬住嚿隻。阿 John 話愛講。helicopter 嚟。即係我電視同你講數啦，我講正先，即係我燒隻股咧啦，有半年嘅，我三個人
叫我要等人诶似乎南西起來，我就小英嘅。你寫小英文啊？你寫小英文啊？哇！這禮拜那個只係小英哦，這禮拜。What an honor！他媽你係喎，南西話妹嘛。南西又講頭殼聽啊。我看到嘅時候，我係陣間咁無爽嘅感覺咯。我是未看小英，我已經頭殼甲鼻講嘅動物迄邊甲聽了。真係使梅文東唔使講。唔係文東，唔係 Sukri 個加 steady， 但 Sukri 係講嘅。Hello Sukri。你去看小英嘅？看了。Sukri 話名叫咩 ？Sukri 話名叫咩？咱錄音。Sukri 話名叫文東啊，文東。文東，你看啲相怎？即係人歸線是175，175。有。係咩？呢你啲電視歸線點滯？即係人歸。這個查某歸線，這個查某歸線是為了看病歸線嘅。應該是鼻講比較 cancer 嘅。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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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講咋聽？Oh my god！講咋聽？Yeah， 一看病是為了可能是。哇，咱 combination， 咱見嚟 combination，你攞嚟。攞嚟數好了。哇，攞嚟數好。187個呢？嚇，你都講下你個仔，你個感覺就係咩物件？你歸線是為了有可能，若是當今嘅病有可能叫做即係未死，特別一點點加數歸線呢？一點點加數，變成加數歸線。Oh my god！ 特別隻渣啦，隻股應該100幾年啦。175，180，有人lebih啦。大概按你看你點寫一個先。喲，我現在是無淘汰喎。這是152整。嗰邊嘅 breath 鼻講嘅 lung 嗰邊嘅。Oh my god！ENT。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combination， 我冇舉個係長嘅，我梗係驚。等我想下。我是長。伊個無呢，伊個咩呢？應該是那個印度人，特別伊是馬來亞人嚟。小嘢。所以是食媽媽嚟款。冇，馬來亞，伊是查某囡仔嚟。Oh my god！伊查某囡仔嚟，伊無未真正老20幾歲人。20幾歲個時先見啦。所以你意思是講伊個 spirit trap 到這裡面嘅幾位啦，是唔是係講？伊唔是講叫伊抓起來，唔是咩嘛？伊暑假去過去安尼款嘅。伊無唔是講叫抓，唔是。伊是家己本身個大啲下病，反正個一處伊把你無地啊嘛，係無帶病啊嘛，係無啲咩嚟捐啊係。也一般時伊常常來過去。如果我去第二道是無肯定感覺咧，我叫佢個另外一道啊。阿龍都唔是有係另外一條本咩無啊 ？OK， 你換到對啊？我換走嘢，換到啲家己人到時候應該。哎呀，個白白我白換我人本。OK， 感謝。感謝板東。哦，你講正看到你翕相應該未 capture 到伊個 creepiness 是唔是？你講，你看到正是佢感覺到佢嘅刺激啊！哇，真嘅。是啊，我就是聽頭一，我就看到伊，我就。笑到南西，唔係冇，呢是冇笑跳過。然後嗰時，然後到底嗰係啲，只是有聽幾道聽南西看到嘛，所以我有成日夜起來咱看，這是真還是假啊？唔係再夾住，哇！啲 information 是坑掉我咧。你看伊講緊阿南西上話講坑嘅，坑掉話是講坑嘅，上太平嘅哈。OK， 再俾一個我是不是寫起來這鬼小英 OK，
我係咪 topic 咩？我係合性戰你時看到你冇變歪咯。嗱，你話你講乜嘢看到啊？啊，啲辦公啊，其實啲位辦，啲位講啲位辦經邊啊你啊。哦，誒，啲時話而家辦公翕相，翕相。OK，我頭先會叫helicopter 講嘢，所以伊係看你小英有啷個在 share 㗎，啷嘅即係蘇湖內、蘇湖南西㗎band東。唔是蘇湖啦，唔是蘇湖啦。嚇，經驗嚇。嚟 helicopter 講。OK 所以luang macam 最近這裡病毒了hotel industry masih punya guy lo. So one of hotel from my company ni walang decide to come lah. So hari hotel walang I come了walang trade new tenant I sui walang hotel to run for the next 3 years so. So 這個 hotel 呢，我咪講email啦 because baru senior tenant 啲 run 嘅 hotel in business 嘛。So 這 hotel is a boutique hotel, quite one to Komtai area 就對了。伊是內面真水嘅咯。OK， so 我有去做closure of hotel for my company 啦。So 我有設只隻小英 ，that is where 我有 hit 咗啲小英，我I show 河南西國單隻，我講講 the story when the senior tenant ran Hali Hotel. So after 我come hotel 了，我 hand over 和 senior tenant 了。One senior tenant take over 了，伊就叫坐伊嘅 staff 接來 to I Q 物件啦 ，before 伊啷 ready for business 嘛。One of why retrench 嘅staff 都談到講甲即個 senior tenant but that staff is not retrenched from the boutique hotel, retrenched from another property. So it had to jail. So 這 boutique hotel 是伊 first day 做工本來因捌去過本嘅。So 伊做 quite okay, I mean executive level 咯。So 有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ew owner 啦 ，I mean the new operator. 伊是that daily NE shift 呢是 around 6點到了tapi 伊人扣物件小姐伊扣甲agak 7點幾安番，了伊嘅頭家本斷咗，了伊頭家本講7點會使斷咗，了伊頭家講伊家頭家講唔要緊我 I brief 這 senior security 者to be talk low 開會 talk low 開會幾點開會 for 伊嘅evening 嘅 lighting 嘅 job 啦，了伊頭家講好叫你開咗你使斷咗。So itu kita security itu choice security key round lah, anjak kuya anjak kami, okay. So dannya agak around jam 8 lagi itu dia itu tujuh loh. So when ikau cuci sini ya itu jang dia isi Malay lah. So ia liam geng loh. So initial place liam geng dia tu cuci bokya cuci jadinya. Jadi happen around last year jadi gue. So that time is I dine out了。Then while 伊兩間半對是住伊嘅 apartment 嘅位啦，紅磡真係大聲物件拍下落 from 伊嘅走開聽到咗，所以就車驚。了伊嘅波就講，咧伊就車驚嘛，看咩出去看下面數咯。咧伊波講物件佢了紅磡拍下落 from kitchen。So 伊 kitchen 伊是教我講，伊 kitchen 嘅 dining table 有像講有 jam 啦，有 bread 啦，有餅啦，佢哋物件嗰度拍落落去頭口嘅。然後伊就講伊無講駕車嘅時時，我換沙人，咁樣落我驚有earthquake，所以伊就咁樣落去咯。一落去看嘅時伊個 family 家落去 ground floor 咪看，就冇人落來，所以就真係奇怪。แล้วอีตัวคัดแต่งว่าอีเนเบอร์ก็ลูกรัสซาเตอร์เทรมเมอร์อีเนเบอร์ก็บัวสูบัวสูมิส maybe ว่าเท่าหินน่ะแล้วก็maybe ลังใจไม่สูไรก็ลักที่จะมีแก่สิ่ง so อีกจะมีแก่แล้วจะป้าเขาแล้วอีกก็ใจด้วยนายอีจูไอ้เรามาเขียวฮะเลยอีตอกขามีแก่แล้วเขียวเขาเสียก็เหตุตัวอีตัวติ้งอยู่ในผัวตัวหักกะอีละแล้วอีลังดูไม่เจ้าในจีโร่อีตัวจะควาทีวีห้องแถวมาอีชูเอแคบิเนตนะห้องแถวอุสแลมเนี่ยสองรู้ใจลังคุยตู้คำตัวอะไรสแลมอะไรตัวตรงอะไรที่ช่าง
伊就想無可能有啥物食 ，because 伊講伊看伊甲伊某甲伊兩個囝，甲了都好了，無人了誒。你個再去看，無事。你個一路無久個再來嘛嚟，所以伊食驚了。伊講這物件有無對比啊？伊講無人去找別位大去學到大幾咩是咪？所以伊就 call 伊個 owner 咯，伊就 call 伊個boss 咯。伊講我係廚師我愛水人嘅學到幾咩大。人嘅 budget 但你會使學我較好 rate 咯。伊 owner 講不要緊，你做咩炒你 family 去做我做 free 不要緊。你知啊，係你 security 把你甲 call 啊，伊講伊咪做工了，伊講伊驚，伊多咧學到咧位啊，嗬，有物件插亂伊啊。你把你要去一間嘅多哈？冇，伊愛去北京多。北京。伊 owner operate 幾難嚟學到咧。所以。伊無能講下你去即間大，所以伊就去阿你把你巴咗，但係你唔對，但係你 normal 巴咗，所以大嘛就去，伊人就來咗，9點伊人就 briefing 甲你 owner 咯，所以 owner 講 OK， 就係你嘅厝內有即個事，伊 owner 是等人來啦，伊講了 security 即間呢，伊丟甲面前驚，伊本未有講面前，伊講伊別對伊咪做咧，講伊真驚，伊未個做了，所以就咩人無 security，所以伊講要緊。你有蝦米 suggestion 咯？แล้วอีตัว講normally Muslim วันหลัง maybe 叫 Ustad 來看咯 maybe 叫念經啊些咪咯。你講not bad 呢 suggestion， 不要緊，我叫我師傅來先，我師傅未 settle， 人家用路嘅買看。伊是等人啦，只看伊。係等人嚇，所以伊叫伊等人嘅師傅來咯，就然後我 ex 嗰啲咪講嚇 ，OK， 你 try 你買咯 ，whichever 啦 ，you are the owner，feel what is right you do 啦 ，OK， แล้ว就叫伊師傅來，所以伊師傅教你伊看伊落邊，伊講，你誒即個 hotel 啦，去即人去即 hotel 啦，伊真係屬價買即 antique 嘅物件。This is true。伊即 hotel 哩 before 我嘅 company bought over伊是 built by 真係出名嘅Malaysian 嘅 designer。我唔係講伊名啦 ，because 我講伊名人知伊個一間 hotel 了。所以伊只出名嘅 designer 嚟，所以伊屬價買 antique 嘅物件啦，伊屬價買小英啦。伊有咧小英在旁邊會worth 100,000嘅款嘅咗，伊是屬價超安嘅物件嘅，所以when伊賣互我嘅 company 是賣幾 set 嘅。OK， 參伊 collection 㗎啦。對，你講你即頂擺嘅，人伊買只屬價買奇奇怪怪物件，所以伊講伊嘅 feeling 啦，伊入來就係是，但係有隻物件會差亂掉咯。所以講唔要緊，伊馬路 start 看，伊順看咯，伊係順看，嗰度會有事啊。But when 伊大下嘅 lobby 時，伊講啊，即 lobby 無對片。伊講你在 lobby 伊有一個大條嘅 carpet 喺度做，像係你 main grand 大條 carpet for the center of the lobby 嘅。伊講你嘅即 carpet 下底有真嘅 bad 嘅 energy， 我講嚟啲有大物件喺裏邊。แล้ว伊就講開隻 carpet 起來，伊叫伊 assistant 開隻 carpet 嚟，伊來 assistant 話拖嚟 carpet 走。你講人我一個倒起來，shit！ 所以伊就講你有工人咯，所以就叫伊 maintenance 咯，就卡伊倒起來咯。然後卡伊倒起來，伊有帶一個物件包掉嘅做微波嘅。我每位 staff， 我每位 ex colleague 有翕，小英講冇伊唔敢翕，但係個人家有看到嘅。And 我嘅 ex colleague 甲我講嘅物件 is the same as the current operator owner 甲我嘅 ex boss 講咗 ，because 伊人有落嚟頭家同意嘛。所以伊人 story 是 true 嘅 ，because 一間公講是個物件，我嘅 ex colleague 講是個物件。然後伊講，伊而家我哋一物件，我睇到冇對隻嘅，冇人會識得，你內面有隻物件，because 看未到嘅，你知喎，大裝刀嚟底，你知都係卡嘅咯。所以伊夾出來，伊講唔要緊我夾起。你唔知substance上面係一包會包。伊夾起來你揾伊包啊，伊夾過一條，伊家己包起來啊。伊講我特別夾伊燒白路，伊都夾起木口，唔知念啲嚟嘅燒。對，所以 that part is done。所以一起只嚟，一起加一位，一起堂經，嗱你一看大家嚟堂經，伊嘅 ritual，然後伊做agak of kakak that part 伊做 around 5-6點鐘做，就去
佢哋房間搭台房間一間關，伊 hotel 無講只房間有4個10間嘅，所以接出，有嘅伊就要叫伊走啦，咩閪物件咯，所以到甲伊叫伊起間房間咧吼，伊講我愛去女嘅那度講，伊講因為我講叫女嘅那度講唔對有事。So伊嘅頭家度 the owner operator 就採去看the 大都講咯，伊講OK， 我愛甲大都講話，所以伊度做伊家己 ritual 咯，咧伊就伊 after 做個 few minutes 伊就講大都講你人請大都講唔對嘅大都講，佢這是你知大都講有只 brother 先嘛。伊講唔是一個大督去走過嘅，即是這邊 area 是大督去擔，亂車唔對大督講，所以這是唔是伊為啊，所以伊袂講路人嘅。哦，係是，伊都要啱伊個所在，就請條件嚟講。然後伊就講 OK， 把路人請大督去擔來，但係路人愛起一個 altar 給伊，所以路去買一個 altar，下到這邊嘅位，還是上來這邊嘅位。買係上位啦，都未係冇上位。你去買伊個先來，了你 ready 啊，你甲叫我，夾幾隻我來請好你。So that part is over 咯，伊人講嘅咯。然後特別大督甲我講嗬，正有一個小英有一隻香嘅幾個，我都要去吹。伊講多隻學得位，所以淡仔人去位嘅了，我買個看了，因為唔係邊冇。冇咧大事嘅啦，一個大代志啦。佢是第獨講咧，我講。我未，但係你講嘅係是係你唔對嘅，但係講解講嘅。唔對嘅講。OK。講過一隻大隻啦，伊講這路都未去實得伊冇啊，伊按專門伊，你把你試試路用實得這路都未 focus 實得冇，你按專門人就差亂嘅。你講你坐我去。為我未看講我錄未看 office 㗎了個咯，所以就坐去 kitchen 嘅 back office 啦、back lane 啦、management office 啦，去到個 lobby 邊啊，嗬，伊人有一個 office that 伊人 use for 像個 sales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嘅 department 嘅 small office 呢，so 伊人有 customer 啦，伊人應去吹 customer，so that office, of course, by the time the seafood kitchen is converted to some storage of paper lah, because handover hotel 嘛對。所以一直去呢，一度看嗰七條小鷹。before 我去錄看你小鷹呢度，我甲你講下你小鷹是安怎嘅？伊是一個 painting of 一個查某，銀條伊手係錄一款啦，銀條攞粒durian。佢哋小英呢，頂擺我人玩嘅時呢，我人叫 the hotel GM to move 這小英 away because 真係隻 customer complain 講這 looks eerie，伊人冇夾到人房間 because so that's why 伊人 move 去佢哋 office 唔使你係 close because 伊小英本是貴嘅咗，唔是半支嘅邊嘅你知喎。so 伊查某呢是金條攞粒樣 left and right 一粒。佢哋小英嘅 title by the artist is called Hantu Durian. Oh my god! So of course, orang cakap durian kuis means lang that suka cakap durian. That is the purpose. I see. Okay. But it was in a creepy way. So lu kuah ini pun ikan lang tampoi. So ikon 這小英裏面呢個，我特別用家一點先to get出來。所以伊嘛講 OK 咯，你嘛 please 做咯，伊用 around 2點鐘to make to 叫這物件走 from the building。所以伊做嘅佢哋 whole process around whole day around 8-9點鐘。Oh my god！做甲暗暝去咧，所以伊講到尾伊講finally 伊會走咧，講這真係穿 because of 伊大真係久咧，我無用會叫伊走嘅。伊講你愛緊，看下去買大都講物件來 as fast as possible， 我都請來互你先嘅大都講。So finally, after the next day, 伊買個物件了 ，evening 伊人來請大都講 ，according to what staff 講2-3 months ago 無事啦。after that 伊人都無條吵亂，無看咩啊。
แล้วรู้หิบเดียวจะเอา小英是 because of what 按照 what because of what I 做 closure so 哦你對上 what I 做 report 嘛 หิบกันแล้ว物件 so what hit the surrounding 你知道哈所以你หิบ的是 before 請走嘅時啊我顯示 before 一車走過去，伊阿未 take over 過去。後點唔是冇英國點會唔會英國點？你會講咩John 路會記得頂擺人收聽啲 Beatles Club 嘅時，啲嘢炒鋪有一個，大都講啲嘢邊邊，係你咪是大都去打咩路會記得？我記，我去邊去看嘅時。伊係寫伊字嗰邊搭到然後內邊有一個巴東，內邊有一個巴東蚵嘅食嘅。就是我冇蝦米明，我冇明白啦，有蝦米食嘅，然後拉到魚蛋啦，拉到魚膠啦，阿咪蝦米拉到咖布啦，阿咪。哦，個咖布呀！Kelabu清茶冇啦，我舊官講呀，我充填呀，特別我唔知伊能有蝦米上加 characteristics 啦，伊能。maybe 是冇上酷呢，講冇上酷會酷呢，冇大 era。特別我在寫 Beatles Club 嘅下咧，你是 hitam นะ ？Beatles Club 嘅是打到 hitam 下，hitam 嘅。誒，你 helicopter 你上應該係我馬路邊寫意思住就使啊！就使我上面問題嚇會。使你學校是帶去老廊那邊的咧，還是帶去大路嘅？伊是 heritage building 嘛，所以是頂擺嘅點頭處，所以點頭處歸哪聯絡啊？咪講啊！伊是嚟講下，伊頭家是 architect 嘅。對，伊 first 頭家伊 build 伊 first owner and developer 是 architect 啊，真係出名。我知啊。OK， 你是唔是當有一個坑迄個？意思講，伊 building 嘅當唔是坑嘅。伊有冇坑啦？就是點啊？水之地掉。當唔是邊啊？唔是當邊啊？當伊嘅餐廳邊啊？伊嘅 restaurant 邊啊？對。誒，佢自己我見過啦。但是根本真水嘅。特別講老嘅 building 嚟。冇真水，等long PM 我後就係咩？我喺度啊 ，OK， 嚟我看小英，我去看，然後我 post 起，這樣看每看這類運動看，看要在啲咩嘅。但你小英，那是 want to share 是？啊。哇！幾啲梗係刺激啊，梗係刺激啊！你諗見住連上嘅歌，所以冇係是零條。喲，搭貓。我 zoom in 好兩看。OK，so 哎呀是，你看到隻小英哦。邊啊！我 zoom in 過啊。哈。我 zoom in 好兩看兩單隻啊。我當冇幾長，even though。你要看一邊啊，是要看一個線啊？我見佢 YouTube 啊，路。你上面啲看怪異嘅。OK。都你看嘅明嘛是伊嘅頭殼咯，伊頭毛咧，伊整晒伊手嘛，伊手劍條攞入榴蓮看到 on the table 咧伊。伊開掉咧，伊榴蓮開咧。有，所以這個是叫，這小英是叫含住榴蓮，伊人真呀，伊這是 the problem 小英咯，用地古嘅點先啦。是我講聽。阿 John 大嘅，我哋俾走啦 ，OK？ OK， 拜拜。拜拜，感謝。拜拜。我等下會 share screen share 嚇。OK， 我等下 screen share，特別我係電話，唔知做紅險定 freeze。我電話啦。OK， 嚟啊！讓 Clubhouse 上面應該看到啊，就小英。Clubhouse 嘅人。咁就有any feeling 哦？唔錯冇聲。Sorry，是唔是喂？Sorry，阿俊拍片。Sorry， Clubhouse 上佢就開得對我聲。Sorry，但係我對佢講，我電話聲小氣喎。哎呦，電話，我電話。你頭先有 save 掉。
下面嘅。哇，佢了 save，佢了 save。我見死，頭早我哋舊大啷啊，死掉係小英嘅。shit，冇電話會派嘅。喲，你話安怎 post 不知？死掉嘅啊！我頭早有舊大啊嘛，講啷 save 啷就俾卡緊 delete 咗嘅。然後臨曬隻小英，我家己去我電話，我就 delete 佢。咱看有啥物物件先，看有啥物物件先。係啦，我燒鼻個鬼啊！要等臨曬嚟看。特別係斜斜，你講看有物件咩？斜斜我看無喎，即係上斜咧。Because 我冇翕到 straight 入面，即是第 close 我看到了 from 我 album。特別我看到，但係記裡本咯，但係 because 伊面白白很，因為特別可以目睭，你伊面成個 intense，伊目睭，伊個無笑嘅，可以面。啊，伊無笑嘅。嚇。伊成一個 straight 入面嘅呢。榴蓮hantu。對。hantu 榴蓮。hantu 榴蓮，嗰時榴蓮 hantu 啦。呀，我咪講你講，你看一啲嘢，你啊，你看伊嘅家裡位啊，伊家裡伊話是實長長嘅家裡啊，唔是人嘅家裡。冇咩嚇。冇但問笨東看到咩物件咯？笨東唔知伊看到啦，伊小英呢安尼變一個啦，唔知伊看到。我冇伊目睭啊，就靠我看。哦。笨東呢？笨東你有感覺到咩特別嘅物件啊？是咩哦？你看到我。南西看到啥物？南西講伊無咩看到，伊特邊啊未看到伊目睭線。你朋友就係即係你關係起幾久了？嚇，繼續來。伊應該是未久甲安怎啦？但這 building 是真久了，就人。Buy from pre-war house to renovate to ban hotel 嚟。哦。Berarti si 英國人嘅點寫啦，嘅 building 是英國人嘅點寫 building 係點安怎？對，應該是有安尼舊嘅 building，呢是 pre-war 嘅嘛。啊，你係經學，應該是都整多幾係並咪殺住回嚟咯。啊，你去做 SPA， 你去做 SPA。問講你名就問講。OK，我知啊，我未記名啊，所以嚇 OK。哦，伊 SPA 邊啊？就明啊，所 SPA 啦，我下面貴啦。SPA 邊啊，係鋪，伊算鋪山嘅 restaurant 你看出來對。咪佢就講啦，你講到這啲。OK。你做一陣晚我跟阿妹講，是唔是在大路嘅，還是在去羅朗？羅朗個根本是差唔多嚇你。哦 ，OK， แล้วขอแล้วปันตรงรูปกำกัดจะทำยังรูปราซามีปุ่นน่ะรูปขวานแล้ว小英รูปราซามี即係小英是唔應該嚟居住嘅嘛，應該。係冇咩？唔應該嚟居住嘅嘛。唔應該嚟居住就咩意思啊？係咩意思？唔應該嚟居住擺嚟居住嘅嘛。冇應該入嚟調這邊，冇應該嚟嗰時候嘅。哦，即係我講啲，有可能樓即係 owner 樓嘅有家己有意思，就你有蝦米 tujuan 我諗唔知嘛。jadi 這個小英是叫我看。是無好小英啦，人唔使講安尼濟啦，嗬。你講嚟我個較驚。你未使講就係驚個。你講呢個應該唔是 owner 留嚟啦，應該一邊從別人嚟抽嘅。然後這裡古早嘅owner 呢就屬於小股東嘅，所以別就小股東，別就小股東。owner 別的小股東嘅 owner 別。啊，對。哦，所以唔是講你小股留嚟。Jadi jadi siapa yang tangkim letak lo ni? Okay, apa tetap baik, tetap jauh. Hale師傅叫hale hotel 嚟 order 講，你包啊燒起來到 store room 了，你咪個調起來哦，所以就包個白白啊，你燒起來到 store room 嚟啊。哦，佢依兩別使客格，佢依兩別使客格物件。哦，佢這是另外 S 嚟，係咪？哦，這是伊朗 S， because 太少，因為伊少伊都俾搞我人哋少應。哦，因為我 rent 可以嘛。哦，伊別使少我人 asset 咯。所以伊是講你
你了路架亂嘅 property 你即債本啊，一本債啦 property owner 債本啊。But that is not e concern my great nanti hotel mah. So lu siu lu mah siu lu ai hakak lu mah kawa be. Tapi lu講 so far 包起來了都冇數啦，包起來。講 anak kan lu 包起來了lu，係小家一個位的，冇蝦米人去 storeroom 咯。但我未記你講嘅時候，你講伊是頭樣安怎就差啦，我未記啊，你講到。伊 first 差亂是 normal 是我人 hotel 嚟 guest。不suka cakap ini, ilang不suka ni. Jadi so orang dia lah head to office menjadi head keluar mah. Tapi我想未記講做咩事，人未記請。哦，對，人講你大家看到，แล้ว個嘢厝嘅物件搞撈緊了。這是厝嘅差亂，這是大家嘅差亂。แล้ว人在painter是最最哦。係咪？人在painter是最最哦。畫一個島嘅。在 original painter。我冇係咪清楚 ，because of 即係 when 我人買即 hotel 加隻 first owner 嘅時候，伊後我人嘅 listing of 伊 assets 真係冇 clear，so 我冇有睇去查就是嘅 painter，but 我唔知，我可能有伊嘅 title of the paint and 伊買幾類，安尼款嘅。OK。即係我想嗰隻妹子嚟問題哦。來做曬妹。你嘅係你 owner 是M 嘟是嘟你好是唔是啊？對。OK。快事咁樣好有。係你覺得係緊要啊？緊要要我攞啦，貴到滯啊！嘟。你覺得我問下after 做咗啦嚇，你個列安怎 ？OK 啊。So that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啦。伊講冇事啦 ，after that。伊講我每我 few months ago before 這 FMC 我每แล้ว你 hotel 安怎個事過講？冇咯 ，after 你師傅嚟啊，冇事啊。then 伊出來本冇幫行啊啦，伊冇成講對嘅什麼啦。伊有關事啦，哥，乜路可能冇事啊？你老嘅 building。冇，伊唔是講。伊是講伊 hotel 啦。呢關事啊，唔知道只對厝嘛 ？hotel 裏邊你只唔知道只對厝。伊有問下，伊頭家有問可以。伊頭家有問可以。安怎我 staff 夾個厝就差亂啦。伊講啊，你 staff 啊，特別是計較啊，去你 hotel 去啊，講一個講下你，然後伊懷疑 staff 咯，伊 staff 講，冇啊，我叫伊開會冚會嗰類嘅嘛。你講我大聲，伊人有可能冇暑假咯。我講係你師傅好料咯，你曳 contact 啊。呢個師傅而家好料，我冇食齊嘅。到嘢啦。咱個把你告訴過，咱咪做第二出咯。是啊啦，咱大擺攞出嚟。會使攞出啦。會使啊。咱個告訴講個嘛，我係記小英機個攞你告訴。OK， 等陣啊！我一邊係冚大啦，一個是哇！嗱，但你版本 double 係咩啊？叫咩 double feature？我係 computer 嘛，能係啦，啱講為啲係厲害。啷個 double feature 對攞嚟 ？OK， แล้ว我諗嘅，然後我看啦，我特別嘅邊呢，就是是咁夾噃。Hello John， 喂，你朋友個 online 冇？有。OK， 你當今旅館個有人多冇？還是做新嘅旅館啊？當今？伊baru你行嘛，當今對 baru 被 run 成年嘛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嘛，so 伊人嘅 operator they just maintain it to clean up 樣咯，so 但equity 伊愛 run 過嘅，因為伊教我人水翻呢嘅事。OK， แล้วว่าแต่ไปกับเนี่ยตัวที่YouTube 下邊就是早期我未記啦嚇，就是道格小英機我哋都 helicopter 我個冇 helicopter 嘅時候，แล้ว個南西7號嗰隻幾個數嘛，แล้ว個有做禮拜六個就俾你聽，แล้ว個有什麼意思？葡萄乾加
幫咁啲，แล้วก็ Clubhouse 上面咧 ，Clubhouse 上面嘅人都是話咯，我特別話就小英啊，冇一定話佢就派。John please 我你小英姐。我琴日 Clubhouse 你唔間課。你冇啦，只條冇咪啦，咁樣你กลิ่นได้กลีแล้วก็ตอนใน Clubhouse 上面就是阿蕉啦，阿蕉曬啦，阿龍好像阿龍拖回南曬，阿鳥阿特，ใบ青，บันดง，卡丘。加貴個多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佢當天暫時講嘅一邊先，แล้ว我能貴是 double feature 時，如果下禮拜嗰度收聽，另外一個貴告訴，拜拜，各位拜拜，拜。OK，Clubhouse 冇聲啊 ，Clubhouse 佢真係冇聲啦。冇，我冚起數嚇。แล้ว問เขา啊，แล้ว是這邊我頂住禮拜，頂住禮拜冇聽到，但係這邊แล้ว這裡是訂閱訂聽 subscribe，แล้ว是都可以聽到網做很多錄音，所以訂下集正嘅同題都會俾 T-shirt 下面俾。แล้ว我正講嘅這邊先，人哋我咪接去講第二訂幾個禮拜一記都對嚟收聽下，你問未記訂 like 啊？但係咧暑假特別未記叫人 like 我 video，but anyway，都對去 like 看過。OK，bye。誒，玩咗琴。